迟大爷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不是说桌上连干净的一个杯子都看不见吗？省得让你说我光吃饭不干活。你还知道啊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我也不能看。我来说。迟大爷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难不成你是在看那种小说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迟大爷你偶尔也是要这个排遣一下寂寞的嘛，对吧？看这种小说也无伤大雅。少在这胡说八道啊！放心放心，我是不会把这种事情说出去的。迟大爷，你永远都是总裁文里面伪光正的形象，行了吧？怎么了？我看。没事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怎么了？出去，出去！怎么了？啊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！没事吧？哎，聪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迟大爷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怎么一直在说胡话？我刚一直就在这儿啊。我不行，我不能以迟默的臭面孔出现在郝聪明面前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去！哎，你这……哎，你快！我锅里还没收拾呢。哎呀，出去！去他妈什么呀？弄得跟筹备婚礼似的。迟默要结婚？哎呀，哪个女人能受得了迟默你啊？又是钻戒，又是小说的，我还真没想到你原来是个文艺青年。钻石侠，喂，这名字还能不能再实一点啊？老板在里边。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让我过来送戒指啊？戒指？什么戒指？瑶光之星啊！哦，这是按您的吩咐定做的，只有一枚，这一枚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难道迟默要向谁求婚？老板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觉得呢？CM， 李敏，聪明，难道迟默那小子想向聪明求婚？不行，得把他藏起来。藏哪儿啊？
啊？还没睡呢？你这个家伙，终于舍得打电话过来了嘛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最近有很多事情发生，我脱不开身啊。但是我是很想你的。而且，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。小小，我马上就下来。怎么样？这里很棒吧？来。聪明啊，其实我以前遇到烦恼的时候，都会来到这儿看星星。好美啊！其实，每当我看到这浩瀚星空，就会想到身为人类的自己，真的是很渺小，很渺小。哎，你看那颗，就比如那颗啊，也许它现在就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是它们散发了光，却穿过几亿光年来到地球，就是为了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亿万年前的星星残存下来的影像。对啊，这些星星散发出这么耀眼的光，即使是消失了，也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存在。就像《钻石匣》里面所说的，钻石经久不衰的光芒固然珍贵，但是流星转瞬即逝的光亮也同样辉煌。这足以证明，世界上的一切美好都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。钻石匣？钻石匣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最近正在关注的一部小说，不过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四处打听他的消息，但都没有回应。有人说这个作者已经自杀死了，但我觉得不可能，因为能够写下那种文字的人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呢？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坚持给他发站内信，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看到的。你真的很喜欢那本小说啊？是啊，我看那本小说的时候，我真的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心情。我还没有跟你说过吧？其实我有个姐姐，我小的时候特别讨厌她。我穿她穿过的旧衣服，玩她玩过的旧玩具。我们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吵架，有的时候我还上手打她呢。然后呢？后来啊，后来我姐姐生了一场大病，她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即便我有新衣服可以穿，有新玩具可以玩，我和我姐姐一起长大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。人呐，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追悔莫及。所以我现在一想到我姐姐，我就特别想像那个小说里的钻石匣一样，能够回到过去，弥补当年的遗憾。聪明。我觉得，与其错过，后悔莫及，不如就把握现在。
嫁给我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我设计的瑶光之星吗？有瑶光之星设计稿的，除了我，就只有迟墨。你怎么会有这个的？这是我给你私人定制的呀。CM， 迟墨，你说这是你定制的？那这个里面写的 CM 是怎么回事？CM， 聪明的意思啊。看来我下次得刻上 BD， 笨蛋。哎，别想了，我帮你带上。对不起，小小，我暂时没有办法答应你。但是这个戒指，我先替你保管吧。等到我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就戴上它，好不好？好。但你要记住啊，我已经盯上你了，跑不掉了。难道昨天我又……嗨，迟墨，不好意思啊，是迟总。上次我是冲动了，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所以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。他在给我道歉。不好意思，太假，再来一次。别闹了，你以为我真的会给你道歉？我就直接说了吧，我的小公主要看钻石侠。另外，我正式通知你，我已经跟我的小公主订婚了。虽然你这个人平时不近人情，天天一副臭脸，挺惹人厌的，但是迟总，这个忙你得帮我吧。第二人格，未婚妻，无稽之谈。我这么跟你说话，我真的觉得很不爽，所以你马上跟老子写了。如果你不肯帮忙的话，那关于3年前的那场车祸，我脑子里所剩下的记忆，关于公文包之类的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。加油，迟总。公文包，那是什么？钻石侠。我和迟墨即将在下周订婚。什么？这是真的？那之前股份？之前有很多不实的传闻，说我们郑氏集团会放弃在迟氏的股份。我现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我和迟墨即将订婚，也就是说迟氏和郑氏合为一体。我和迟墨以后只会共同努力，一起进退，将迟氏打造得更好。
好了，好消息就暂时说到这儿，现在还是谈一谈刚才的计划。现在，举手表决。甄总。既然大家通过了，散会吧。我宣布的时候啊，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。现在呢是全票通过迟墨的计划。这么轻松就解决了啊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们两个订婚啊是众望所归的事，对整个公司都有好处。我这个笨儿子啊，以后还要靠你多照顾了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虽然我妈说我性格不像她，但是想要做贤妻良母呢，我一定会后天努力的。那太好了。墨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嗯。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改天啊，请你爸爸过来一起吃个饭。嗯。哎，墨儿，别光顾自己吃啊，给宝珠夹菜。阿姨，以后由我来照顾迟墨。好。小小，明天是我的新作品发布会，希望和你分享，你会来吗？小小越是行踪诡秘，我越是觉得不安。难不成迟墨和宋小小真的是同一个人？迟墨、宋小小、迟墨，冷漠。宋小小。宋小小大方，算来算去，这两个人除了长得像之外，毫无相似之处。如果真的是一人分饰两角的话，那简直是可以拿奥斯卡影帝了。哎呀！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啊？烦死了！一旦亚人格拥有强烈的存在欲望，一个能够证明它存在意义的身份，那它就不会轻易被消除。这样说来，无论是与你达成和平会谈，还是反击，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他的未婚妻。现在最糟糕的就是他的未婚妻，我即将订婚，但是并不是他的未婚妻。我担心他再次占据我的身体之后，我会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。不。这不是最糟糕的，最糟糕的是你到底清不清楚？你目前是担心他破坏你的订婚计划而想要消灭他，还是因为你对他的未婚妻产生了想让他消失自己取而代之？不是！迟墨，迟墨，你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吗？迟墨，你除了晕血和桃子过敏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症状啊？你这一天天让人提心吊胆的。聪明，不要离开我，我需要你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
我会控制。沉默，你清醒了吗？是不是做梦梦到车祸了？我没事，做了梦了，谢谢。不用谢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屋檐底下，也算是近邻了。你有什么困难说一声，我肯定会帮忙的。你真的没事了吗？那我去帮你倒杯水。啊，流星！明天就是《瑶光之星》的发布会了，保佑我一切顺利。还有，我希望可以在发布会上见到小小，拜托拜托。干嘛呢，郝聪明？这马上开始了，怎么不进去呢？哎，经理。新产品的发布会不是定在郊外可以看到星空的地方吗？怎么改在室内了？我看今天天气预报也没说下雨啊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能不能想点简单有效又节能环保的办法呀？这在郊外星空下，繁星闪烁，流星划过，可以许愿。我也想呀，这不池临时变卦了吗？听说池总特批了这个场地，免费的，你就别啰嗦了啊。哟，郑小姐。你这是又怎么得罪郑大小姐了？我觉得看你眼神不对呀。莫问实情，纯属躺枪。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美克拉美的新品发布会。这次我们美克拉美总共推出了2个系列，分别是象征美好爱情的瑶光之星系列，还有代表浓缩了女人一生的魔术人生系列。女人的一生。听说目前 VIP 唯一定制的一枚瑶光之星在你那，怎么？你不让我看看？那是合作伙伴送的赠礼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不喜欢别人的设计？谁的设计无所谓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随手丢了。啊，那就好。戒指丢了无所谓，可千万别把自己的心丢了。这就是魔术人生系列。现在就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，谢谢。我有话说。郑宝珠，你是想在这儿再宣布一次订婚吧？怎么？怕有心人听进去啊？订婚不是儿戏，如果你想跟发布会平常，我都不错。今天莅临咱们发布会的还有石氏集团总裁池墨先生，以及著名设计师郑宝珠小姐，大家欢迎。哎，这次新品挺不错的呀。哎，池总，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新品发布会。哦，我们还准备了小礼物，你要不要带去啊？他不会来了。郑小姐。奇怪了，什么他不回来了？哎，池墨跟郑小姐复合了？还是韩毅说的对，
有钱人终成眷属。恭喜郑小姐达成心愿，祝您和池先生长长久久，百年好合。废话少说，我这一次找你来是想让你出个主意。我总觉得池墨对郝聪明没有死心。那郑小姐的意思是？我想让那个郝聪明对池墨死心，彻底离开他。这个有点难办呀。钱不是问题。郝聪明是你的好闺蜜、好兄弟，朋友不是拿来出卖的。大好的赚钱机会怎么能错过？况且，聪明的男朋友是宋小小，又不是池墨。你不要被他蒙蔽了，朋友不能拿来出卖的。有钱不赚是傻蛋。你要是出卖朋友的话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，滚！这办法倒不是没有。如果让郝聪明看见池先生心甘情愿地与您郑小姐订婚的话，我想他就算是脸皮再厚，也不会打扰到您和池先生了吧？具体的我都想好了。新季度的钻石开发项目终于结束了，我终于回来了！郝聪明，有你快递。谢谢。盛夏舞会，谁会这么好心给我一个舞会的邀请函？也没有寄件人姓名，难道是小小？